認識癌症病狀可幫你盡早診斷。對於大多數癌症，如果能及早發現，治療效果更有效。各類型嘅癌症有各徵兆症狀，即使係相同類型嘅癌症，唔同患者亦可能出現唔同徵兆同症狀。症狀係指你感覺同身體功能嘅改變。如果你有任何症狀，有3件重要問題需要檢查。一，呢個症狀是否不尋常？呢個意味住你身體發生咗唔正常嘅變化，或者你嘅皮膚上嘅痣變咗樣，身體上出現咗新嘅腫塊，或者你喺小便或大便中發現咗血跡。二，呢個症狀是否持續出現？呢個意味住症狀持續咗幾個星期以上，例如咳嗽，或者可能係一種反覆出現嘅症狀，例如腹瀉。三，呢個症狀是否原因不明？身體出現原因不明嘅症狀，例如你可能會發現自己無緣無故咁非常疲倦，或者即使你並冇試圖減肥，但體重亦急劇下降。成功預約當地醫生或全科醫生 GP 有時可能會比較困難，但你需要打多幾次電話，不斷嘗試直到預約成功。你可以話俾醫生聽，你擔心呢啲症狀可能係癌症。如果你覺得需要嘅話，亦可以要求更長嘅預約時間。當你預約檢查時，如果你有任何額外需求，例如需要翻譯，請話俾前台接待員聽。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要求男醫生或女醫生幫你檢查，但呢個唔能夠保證成功。即使你覺得尷尬，亦要去檢查症狀，你嘅全科醫生會專業咁幫助你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帶上一位家人或朋友喺身旁支持你。如果你需要複查症狀，亦唔使擔心喺度浪費全科醫生嘅時間。如果有需要，亦到多個全科醫生諮詢其他意見。大多數症狀可以由非癌症引起，但如果你身體出現任何新嘅或不尋常嘅症狀，請盡快預約全科醫生。如果檢查後仍然擔心症狀，你可預約複查。記住，如果你有任何不尋常嘅、持續嘅或原因不明嘅症狀，請盡快預約全科醫生。Macmillan 團隊會盡一切努力幫助癌症患者。如果你需要任何語言或其他格式嘅諮詢，請隨時聯繫我哋。如需了解更多資訊、支援或只係揾人傾傾，請致電0808-808-0000或訪問 macmillan.org.uk 網址。